台南市長王偉湕、議長柯麗麗發出口號，要讓台南成做台灣的台語首都。議會跨黨派成員經聯署成立藍營族裔復振連線，計劃由成功大學台文系主任陳麗君、甲民間團體台灣官方語言制定會議鎖定，希望各界共同支持本土語言政策推動。台南市會使來宣示做這個台語首都的時陣，會使為家庭的這個母語家庭，一直到學校，一直到社區，甲咱這個官方的這個系統來成做一個系列的一個連線。甚至咱議員佇咧議會咧質詢的時陣，攏會使盡量來用台語啦，咱會使互台語慢慢啊，唔通講敢若就是佇咧一寡較正式的場合，攏無用台語，攏一定愛用國語。市政府愛有專款吼，針對這個族語復振的專款，啊，閣愛成立專職單位。啊，負責這全面的這個復振的計劃。倡議團隊表示，台語通行證政策唔單是保存母語，更是重建在地文化自信的重要工程。未來將建議設立台語通行證推動辦公室，由公部門帶頭打造浸水式語言環境，甚至整合台語文學、影視、文化以及相關產業資源，朝向世界台語中心的環境邁進。我們是只有在網絡上學習而已，所以我們的日常生活上是那個沒有學的機會。可以一起活動的話，我們的那個台灣的生活是越來越豐富。即馬大家攏講華語嘛，所以囡仔就開始互伊接觸有這個環境是真重要。根據行政院人口普查資料，台南市使用台語的人佔比達86%，不過受到過去語言政策影響，世代傳承出現斷層，因此需要政府透過制度化措施支持。會中台南市長王偉湕承諾，一定會全力配合甲努力，讓台南成為台語的首都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